深港通落實下個星期開通啊，股市再度逼近23,000。與其將功勞歸於互聯互通，就倒不如認清美元走弱啊，以及係債息回落先至係居功至偉啦。老實講啊，自從2014年11月17號以嚟啊，深港通基本上已經屬於毫無爭議嘅指定動作啦。但係市場能夠730日之內不離不棄，經常借住開通為題材並且無限放大啊，呢股熱誠啊同埋堅定，理應係獲得一份尊敬啊！花旗就形容深港通係港交所最後一個催化。事實正正都係咁啊！就睇下388嘅表現啦，係2次有官方開通消息以嚟表現最不濟嘅一次。最怕388嘅情況，亦都同樣適用於港股咋。相比啦，深港通嚟得更加突然嘅啦，在於大摩忽然將中資股上調去到增持，甚至形容為牛市重臨啊！區內股市能夠咁高規格待遇啊，大概只有日股同埋印度。但係4400點目標嘅背後大摩其實對來年嘅經濟並不樂觀，中國嘅增長預測比今年係更加低嘅。諷刺或者有趣啦，就在於以基本預測計，大摩對中資股來年盈利增長預測得8.1%嘅啫。最樂觀盈利增長甚至可以達到1成半，經濟向下，盈利竟然向上，世事往往就係咁奇怪。而大摩背後係有佢嘅理據嘅，就係建基於2件事。第一，舊經濟股復辟會持續啊，而眾所周知舊經濟股之多，我國認第二，邊個有夠膽認第一啦？其次，大摩就相信強美元之下，區內就必死無疑，但係中國抵禦能力相對比較大。又睇下啦，摩記第2點嘅觀察，或多或少反映咗大摩嘅智慧以及引申中嘅矛盾。世界上邊有一個市場資本相對封閉，但係調翻轉成為賣點啊？又唔好忘記啦，摩指仍然拒 A 股於門外啊！大部分嘅原因就係市場進出未夠開放所致啊！喺資金流出壓力加大啊，走資越演越烈嘅情況之下，阿爺能夠比亞總多開一通，既反映咗胸襟佔廣，但係細心留意下知，亞總早前強調機制只係投資而唔再走資，同埋週末期間阿爺一系列控制企業併購變相走資嘅措施，講白啲，當局實際都係怕咗失控加快之中。從好嘅一方面388能夠將互聯互通用得出色，既滿足祖國子民投資境外嘅意欲，亦都舒緩咗中國恐懼走資啊！香港似乎可以都玩多幾年喎。又留意下人民幣啦。由於投資者將部分日元沽空盤平倉獲利啊，咁美元對日元就急跌超過1%，令到人民幣止跌回升，更加錄得3個月最大嘅升幅。而人民幣中間價今朝早高開126點，在岸價就升到6.9邊元，係近16個交易日以嚟第2次升值㗎。人仔咁強勢，原因就在於官方再次表態。人行副行長易綱主動撰文啊，話人民幣喺全球貨幣體系之中仍然表現出穩定強勢貨幣嘅特徵，未來人民幣匯率完全有條件繼續保持喺合理均衡水平之上，基本穩定啊。有細心嘅分析員就留意到易綱冇再用到不存在持續貶值基礎呢個表述啦，似乎係默認人民幣短期對美元仍然會係貶值居多。人民幣匯率近期加速下跌，終於有人行官員公開評論。人行副行長易綱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標題係人民幣喺全球貨幣體系之中仍表現出穩定強勢。易綱話人民幣對美元下跌，主要係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聯儲局加息預期增強，以及受英國脫歐等因素影響，導致人民幣匯率對美元波動加大。全球貨幣都普遍對美元貶值，有啲跌幅仲比較大。但係提出下一步美元走勢存在不確定性，唔排除市場預期修正會引發美元回調嘅可能。同以往言論最大不同，今次易綱冇用人民幣冇持續貶值基礎呢一句由舊年8月以嚟一直採用嘅慣性表述，佢只係話近期人民幣對美元嘅貶值幅度相對大多數貨幣比較細。10月份以嚟，發達經濟體貨幣之中，日元、歐元、瑞郎對美元分別貶值10.5%、5.8%同埋4.2%，人民幣對美元就只係貶值咗3.5%，只係美元指數升幅嘅一半。期內人民幣對一啲主要貨幣更加顯著升值，喺全球貨幣體系之中仍然表現出穩定強勢貨幣嘅特徵。
喺貿易全球化嘅背景之下，參考一籃子貨幣比起盯住單一貨幣，更加能夠反映一個國家嘅商品同埋服務嘅綜合競爭力。易綱又話：中國外匯儲備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高居全球首位。佢有信心外流資本將會隨住經濟回流中國。渣打就認為人行唔再提冇貶值基礎，反映官方已經默認短期人民幣係走向貶值。阿 Yumi，如果最近有幫襯快餐店咧，都會發現咧。